的身影在做事一样，每动勤于政事，很努力。历代皇帝里面，他逼奏者是最多的，13年就过世。整个来讲，他是很勤于政事，死在怎么样过劳死在那个工作位置上。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维基百科。我是出版的公司房仲经验中医师，安尼看天气也是看小说大家都当好看嘅古代也叫皇帝帝王嘅故事。不过呢，就算係贵妃皇帝啊，也都安尼漂亮百上重要。年轻五谷杂粮啦没有不生病来啦。不过今日安尼会讲係呢個故事呢，是講古代帝王嘅身體健康嘅情況。那現場呢，除了我以外，和要強三位優秀嘅同學呢，曾經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好，我係台大醫科嘅李年金。大家好，我係馬在佑。大家好，我係政大中文嘅陳冠。等下就安尼講嚟嘅因為透過嘅已經用好嘅了古代名人，你喺度講嘅歷朝台你喺度有話前有名嘅皇帝，今天又買問題呢因為個吃香喝辣，對不對？這個掌握天下權這樣子，安尼前有壓力也大。豆小小一天會bắt đầu買票，安尼甚至又買感想糖尿病講糖尿病你喺講中醫咧講係消渴症，這個多吃多尿比較容易口渴，還有一點就話它的尿液比較有帶甜味，又甜又通粉安因。還有一點是講，既然就話身體又話在急劇的消瘦下來，它幾點嘅個特色安因。因為從現代來看來吧，又話人家所謂的糖尿病，又話在歷代的個古書裡面、醫案裡面就記載，包括皇帝裡面，從安利講來，又話隋朝的隋炀帝。其實就保佑吧，突然間就急劇消瘦，那個每天要喝水喝很多，喝好幾升啉水加信，屙尿屙加信，啲位又都通粉甜安因，所以佢召見太醫嘅治療，因為佢呢幾下潮到從，然後骷髏頭一樣，係嘛，幾下手動陰蟲。再往前推100-200年，漢武帝嘅時就話佢咪要看到得到安尼目標，但是講佢改下時代又話佢講之後漢人冇辦法達到。照本了就御醫咧治療好狗屎摸埋，結果西域嘅匈奴王唐公佢按摸病就話，佢排特使去進獻一個秘方，然後呢時間秘方又慢慢是改善又好啊程度是安因啦，基本上透過因是安因。先生啊，想講，治療消渴症嘅秘方係嘛都是咁樣按地方咯。跟秘方實在講煙囪嘅叫是已經不可考了。從中醫嘅角度來治療咧消渴以外消渴症消渴症來話，一般下啲也是講有兩種很有名的藥方，就是寄生腎氣丸，還叫什麼六味地黃丸。這兩者組成的是差一啲六味地黃丸基礎上以外是加這個桂枝附子啦、車前子啦那還有澤瀉呢啲以外牛膝這樣子。基本上呢兩者差別是啊，這個腎氣丸其實用腎虛嘛。腰酸小便不利，按講六味地黃丸來講啲查某朋友咧腰酸之外，就話體胃屙小便非常不利。大家看安尼叫我節目之後，就會想講，他賣咧藥咧食自我治療可唔可以？實際來講嚴格來講，消渴症它的症狀又從現在來講分類又已經慢慢的比較詳細，又分下度。隨着不同的症型你可能用白虎加人參湯啦，也係玉米煎啦，也係竹葉石膏湯，所以完全冇共用。大家談到唔會講想到，我這個賣假喎，也是賣藥嘅事，安尼是錯誤的觀念，除了消渴症以外安尼係現代嘅比較有名的一個病，因為它影響了動動嘛，過講這個大腦的退化、眼睛視力的退化，甚至到肌肉素的平滑肌嘅話，會下喐下打落去，下摸喐，會見到見扯安因。所以你係摸病都有，等於講安尼係國內10大死因之一咧。永遠的避免安尼糖尿病嘅話就話就你們的常識來講，知道嗎？某些按頭痛。實際上講嘅話，那是很關鍵點它是供需失衡當簡單講，你血糖度代謝推下就話冇人夾落糖度咧，所以講。安尼容易避免，第一點，你當然要節制飲食嘛。改善就話，你嘅水果的通途又糖度、甜度很高很高，所以水果攝取不是說不可以，
走在没食调度，还有淀粉类，又好没有食物调度，面包冻是一家狗一家，哦，这也是不可以。好，这是说饮食部分。那讲水形容建议来讲，就尽量喝白开水、矿泉水、含什么类，哦，所以罐装饮料就含糖分的，尽量莫食。韩国呢，有讲生活作息又养究。我记得加拿大的医学院哈，他们有研究报告讲出来哈，一个 paper 讲出来是讲，您那个熬夜的话哈，晚睡的话，糖尿病只要犯的那个毛病有没有跟摸暗睡的饮料、摸牙的饮料啊，它的治疗效果是差很多倍。所以反过来哈，你看来讲就话，你也熬夜的饮料啊，你也讲暗睡的饮，睡眠时间不足的人，相对来讲对糖尿病。人家下颌颈，人家颈头的讲法是只有负面，只有越来越糟糕啊。所以讲，生活作息要规律化，好、再过来呢，就是说，不要过劳，真的不要过劳，好、还有就是说，情绪上的调控，哦，你情绪有没有太过度兴奋？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讲嘛，进跟出是怎么样？规律的运动，把那个热量多余的能量消耗掉。你想看到，还有上烟药啊，国中、高中、大学生。哇，在成长，他的新陈代谢很高，充满了 power 力量。其实成为给你打 Q、打卷筒、跑步。可是呢，你讲年纪从来安内哇，50、60岁老人家来讲懒得动了。所以你看，除了都第一型的人第一型糖尿病的人以外有20岁、10几、20岁是发病是发病。从来50岁发病，人家还有42岁发病以外，饮食习惯、生活作息、晚睡，还有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还有一个就是都没有动。所以基本上为什么会发这个病？下颌颈条会出现，太低会底下虚减点出来是安样起来，所以一定要运动。下颌颈众所周知的富贵病、地方病，还有一种病真有神奇的地方病，睇下地方。这个就痛风的问题，想讲该固态该风体就安样问题嘛？情况冇咁错，透过研究吃香喝辣这种大鱼大肉，对吧？尤其做地方的研究不只有3000后宫佳丽大鱼大肉餐餐是安尼，所以讲基本上佢下面有痛风的原因，因为痛风係有人因为高尿酸饮食习惯有讲的养尊处优，就导致个普林代谢，这肾脏代谢又问题，所以引起这个问题。说痛风来讲水冲点从按你讲元代忽必烈还有是西方法国法王路易14，韩国是一家亚历山大大帝。这些人都是，因为你看末平就一定是吃香喝辣，一定是动有钱人、达官贵人富贵人家，杨玉华享受这种美食所以讲食疗引起痛风，按来经营了典型讲偏偏老百姓就认为说这个是种上流社会的一个现象，你有法都得多厉害偏是代表你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所以这种病态的不一样的这种一种风气这样子。韩国一般对痛风来讲拢会洗来，洗毛会干咩？较少会得到人个偏。因为洗来到洗毛先天冇调用，洗毛又叫雌激素，雌激素特色就一点是讲它可以抑制痛风的形成但它的这个几率比较低所以洗毛相对来讲可能不止几率比较低以外，它中风的几率也比较低，因为它是活血化瘀，它等于说，因为月经的代谢出去体外不让血液凝固，所以说它会维系血管就急对末梢循环它会比较好。原则上女生得到这个痛风的几率比较少，但是有一点，杠烟期更年期过后这个现象就慢慢的就自然就提升起来。那男生为什么比较多？因为男生是出劳力、出劳力的，因为半胸或卡胸，所以讲佢下会要吃大鱼大肉下会饱，下就裂头鱼肉类吃下去是不是下就裂头？达官贵人交际应酬了很容易食酒，就鱼肉配酒下去，自然而然他的痛风比例就比较高很多。所以阮然后有家族遗传，痛风的家族遗传，就亲戚
啊，来通风通起来都通都唔会含糊。那像阮以前阮用蛮避免那种的情况。一般来讲吼，家下讲饮食习惯吼，主角吼常态性的有40岁以后，因还会得到这个毛病。年轻的并不多啦，哈，有，但是比较少。因40岁以后要养成一个定期的健康检查。还有一点是讲要咧，因为饮食习惯，刚才有讲嘛，你看某个问题引起来，就是用动物性的高普林的肉类啦，吼，像个海鲜啦、内脏，还个按你的火锅的，跟高汤吼、高汤，韩国又蛮了，还有酒类，尤其啤酒。能够避免哦，尽量避免哦，要有节制。10個人當然從容易發作過嘅經驗嘛，對不對？從發作些就話，你盡量就係辛辣類的、刺激類的，又話炸啊，像油炸啦、燒烤類的，要是盡量莫些。啊，你料理啊，煮出來地方又話吼，雖然講咖啡是少啉掉啦，盡量莫啉啦，還有飲茶啦，啊，炒出來地方又話，你像講辣椒啦、胡椒啦。八角啦，吼，灰香遐都有啊，是尽量莫让啊，地公就抓到菜就完了，是少许的哦，以免这个加重病情哦，整个是这样的过程。梅老板讲，该豆腐啊，嘛该豆芽菜嘛，做唔得先啊。豆类哈，它一样也是高普林的一个环节里面，高普林的食物里面，这豆类有啊，适下豆啊些有啊，强量风条、网条啦吼，因为条黏啊都适下豆些有强合袂起来，我哋咪尽量避免来。跳下讲到有啊，消福症、闹痛风、两脚啊，当典型的体肪病啊，都好十个对内种来毛病有啊吼，体肪病还有限制啊。来参的吼，该延禧攻略啊，还有该嘛该如懿传啊，都清凤啊，该清代该乾隆皇帝啊，其身体就嘛该问题哦。乾隆皇帝吼，下特色来是讲，佢吼，像你讲历朝类啊有啊吼，古朝按你总结来讲啊，佢在位最久啊，寿命最长的皇帝，哦，佢活到88岁，佢77到85岁就让交出皇位，哦，佢在位因为差不多长达60年，所以讲佢按下身体按好，思想有问题吗？很下久，到佢老年那些退位以后啊，常常会赵新轴造了而且又啊，他们传这个太监的10个传召这个传散，因为赵新轴有10个10架团，所以他这种现象有点。像失智这样子，老人失智。不过失智一般上要接要健忘的，像来接要唔记得东西，了健忘了失智有嘛唔记咯。一般来讲吼，你会该健忘吼，佢唔会选择目标，佢会相应是讲那个前夜后夜冇睡啦，也是讲都是药啦，也是时间动多。哦，一下分配不起来，还某是讲就买送信的时间啦，难过的时间影响，所以讲佢原则上佢唔会这样偏，他一时性的那个健忘而已。但是那种失智的话佢系属于脑功能来退化，佢已经算是一种病症咧。因为佢健忘系记忆下差在好听，但是第二种其实它每个人都会发生的啦但是那种。失智是某可能的，你的大脑退化以后有没有？比如说你动作时间退化很记得了，你下过了以后，你就算身体已经提醒佢讲，退化原因因为那么嘅东西，去买东西，你退化看买天阳，你系讲原因，全唔记得，完全这种空白。所以讲失智到嘅健忘佢系完全是不一样的，也安尼。该朋友记得我还是开你啊。多都有失智的问题，有嘛甲方法做来预防甲迄治疗的。不管该失智该有失去中药有些已经实验确实对失智有帮助的。中医失智的药还有一点是用针灸刺激，好像你啊地块有啊，看到有啊，你系百会穴那个前后这个神中4神中，我们叫4神中，是讲在百会穴有啊，耳孔有啊，对上来动往两尾，跟鼻子对上来有没有？正中央这个叫百会穴，
这六阳之会百会，你要点去挖，还有个熏头大概2公分到2.5公分前后左右，你看5个点有没有？多按一按，可以怎么讲？预防健忘，或者说预防这个失智。当然也有，现在很多不是这样敲吗？还是买梳子有没有？你看缝隙穿走的，因为第二句话可以延缓安尼个功能的退化。来讲，你神庭穴又从安尼讲神庭穴在头前内发际线内1寸又胸中因为有安定心神的效果，也是有延缓安尼个智力退化的效果。刺激大脑，活化大脑。这个方法。那我就通讲，该就嘛该吃芝麻，就嘛该做个补脑，会安样会较好，会对俩较好。这个食疗都有 DHA 该就有鱼油、深海鱼油，那是经过现代科学验证，是确定有效的。那一种除了这食疗以外，还是一句就是说，脑筋要多动动。真的很重要，因为莫紧看电视，不像你国粹有这种打麻将，在算计，在算计，对不对？那也是活化脑部的一个方式。你看每动都就该写该数读有没有？就写那个数字，写那数字，或者是说你可以背书啦，读书跑书，刺激大脑，活化大脑。种就理智得到挑奉献该剪挑你抽烟挑头晕目眩，含氧虫有些两张不就恐抖东西，是不是影响他的这个政务嘛？就很痛苦难耐。清朝嘅乾隆皇帝嘅部分，係通過喺要對內會方朝嘅嘅皇帝要獻詞啊。但是我問一下該康熙啊，還有雍正啊，佢哋都親上網理政啊，無像該乾隆都去遊江南啊，出去撩去安樣，我佢哋身體感覺嘛該冇偏咯。因這上個講話康熙皇帝當和尚是登基，8歲登基到60歲拱慶交皇位但是過程中佢58歲因為後宮多敵，所以講佢身心俱疲，為應付都是自家嘛，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講佢躲開下因為肝火旺，又熬夜所以頭暈目眩，冇幾條太醫偵測出來佢得到中風，所以佢係講醫院是講佢右側癱瘓，手腳不靈活。不過剛開始還好，上面之後就表現講，手踢壁都冇法度踢，夯都冇法度夯，就批奏折又還用左手批奏折，原則上即便年老體衰，消耗這麼大，心力消耗這麼大，他還得動用功，所以講佢晚年是比較在病痛折磨中過世。不過他來雍正佢看着他爸的身影在做事一樣，每動勤於政事，很努力，上官白牙奏折全部他親手都批，不假手他人。歷代皇帝裡面，他批奏折是最多的，所以同來講，就這個原因就可以證明他的果，就是說他變成說他也很早逝，他在位13年13年就過世，過世前2天就開始身體很不舒服，他還是上朝，還在批公文辦公，所以董木有些上供板牙子时突然間就死了。民間是傳他可能中毒啦，可能被暗殺啦、謀殺怎麼樣？事實上，整個來講，他是很輕於政治，死在怎麼樣過勞死在那個工作位置上。經常靠空氣風氣中風中風會做復健，假使佢好做復健，係唔係病情會較好？一般來講你中風黃金期黃金期係千板煙，你係針灸啦，又係講洗腳啦，慢慢在肢體的復健一天而走，它恢復會比較快。他那個針灸的有這樣對中風就好了。這個確定，因為按年這個世界衛生組織1996年確定的，就是說64樣這個疾病裡面腦中風是在其中一樣
他说它一定有那个效果，针灸可以改善气血循环啦，活血化瘀啦，所以基本上它对患者发病以后的话，得到中风、脑中风，它一定有改善，尤其什么半身不遂啦、口眼歪斜啦，说言语不利啦，或者感觉他智力在退化，经过这个头针和肢体的针，体针刺激下，它是有改善，一定有改善的。疲劳啊，爱从条你打工啊，都真忝啊，同过劳就嘛该无相同哦。疲劳是一时性的，过劳是累积的。疲劳可能我今天为了赶这个工、赶这个案子，我可能熬夜2点、3点才睡，然后早上7、8点又赶去上班。你看轻音就话，一般来讲，你要是种一时性的疲劳，是强点，但是一下会会恢复。但是过劳是怎样的？像科学园区动作员每日夜加班加点，然后一直还有一些警察为了办案子有没有摸水1天2天一直没有得休息，那个血管都绷得很紧很紧。按了轻音就不管是对心脏对心血管系统，它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医有个所谓的五劳，就是说你过劳成疾有没有会伤害脏腑，看久会伤血啦，或躺得太久会伤气啦，或坐得太久会伤肉啦，站太久伤骨，然后走太久会伤筋。这我们中医来观念的话，它是有这样的分类归类这样子。康熙皇帝底下就嘛改偏哦。康熙帝很有可能是属于就是我跟你讲嘛，中风嘛，中风。雍正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心肌梗塞。他们两个特点是什么？都是过劳。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他们两个皇帝这种现象？第一点是说，你饮食为均衡、为圆通，肾反流为规律，莫穷熬压、莫穷暗酸，还讲究舒压。我们是怎么样上司来的压力、功课压力，所以这部分我们也一样是要自我要调试。碰到这个问题真正发生了以后呢，除了西医以外，真的中医灸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所以阮讲，应该就控告甲事讲，通彻甲通高中逐摆就抽拿通啦，抽拿现，古时行真欠怎要分行分庙，武则天拿去，武则天怎要变做中国唯一个女皇帝，若像阮该规日抽拿现，该迄嘛问题。该通高中就理智得到爱挑奉献，该前挑去抽烟头晕目眩。很严重的些就两张不就看不到东西，还有一点，按了轻易是不是影响他的这个政务嘛？可以很痛苦难耐，所以御医诊查一些给毛末皮些就你们讲给他有风邪上逆要怎么办？风邪上逆就用头上用针灸的方式表现，按什么剂但是呢，武则天躺头就马上发脾气对不对？大怒之下阻止他的医疗行为，那么唐高宗动理性是讲不要紧，你帮我治疗。所以讲，该人家的御医是要给挑哪档药对吧？按点百会穴啦、脑户穴，两种药表现，该淤血流出来药给诊疗主要是减轻动动，安样情形。宋拜如讲到该粗糙搏条风同该唐高宗用药买无相同按用粗糙的该挑风同药实际给这种风险嘛，你有讲到嘛给等于说该一定要开颅的手术把那风险取出来给按的情形，等于说我们现在来讲是这个硬脑膜下腔出血变成说血清压迫到我们的大脑，但是伊讲该唐高宗给缝隙给唔系在颅内，它应该是这个头壳上外面这边，所以它基本上靠放外面的淤血释压以后，表态一些是好嘞，因为第二呢肾反缝隙因为锦衣玉食嘛，还有是要加上政务繁忙，又应付后宫，然后又什么压力都很大很大，所以基本上它属于血压长期飙在比正常人可能还要高，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所以按了轻医一龙杀什么恐龙，唐高宗李治他的晕眩的现象，很有可能用现代医学来考虑吧，可能内耳一个耳石脱落，还有就是前庭腺神经的一种发炎现象，它引起当时我们讲
最常听的梅尼尔氏症。哎，可能是这样。它两个差别就是头晕来讲，就是说你可能头昏昏沉沉，然后浮浮的，头重脚轻而已。但是晕眩就不一样哦。晕眩的话是说，一看的东西啊，它全部会跑，甚至你身体会晃动。它跟昏昏沉沉的头那种晕有没有是不一样？而且严重点引起到呕吐中枢，所以 L。如果你发生这些现象，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持续的多天的话，还是建议你去医院给医生做检查。今日节目有内容到了位，你从中医角度来看，国超热台嘅健康嘅健康嘅情况。各位同學下度看電視劇，又係看小說嚟時咧就話記得今日聊天講多嘅故事又話，去回復一下這個知識，謝謝，新聞一點咯。